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嘉义县的中部乡，过去是生产着薰叶的重要城镇。全盛时期，种薰仔的面积超过1000公顷。但是自从台湾薰酒公司为2017年无搁继续收买了后，当地薰仔的产业对咧行入历史。薰仔农的第三代的子弟魏三丰特别收集到珍贵的影像，出版着台湾第一本的薰草册，希望会当予后一代会当缅怀这段繁华的历史。拍带薰叶啊，整理了，摊起来、搁摆起来，过帮希望有一个好介绍。仓库内底嘛，规个拢是30多年前嘛出现过安尼情况，规个拢是薰残。嘉义县中部乡早期是台湾重要的薰叶啊产地，不过2017年薰酒公司无要搁收购，互薰叶啊产业行入历史。这个农场的主人薰农第三代魏三丰，为着互这份历史传承，出版台湾第一本薰草纪实影像册。我从高中以及读军校的这个期间，我都有陆陆续续在拍这个烟叶，因为我觉得，烟是我们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。台湾种薰草的历史有112年，袂使互这段回忆无去。一个信念，互魏三丰开始用影像记录薰草产。他在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，他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化资产。这位已经70岁的阿嬷，这是头一摆买册来读，记录薰草的故事，互身为世代薰农的伊，希望会使把这段故事传承予子孙。一本做纪念，以后是谁也知影讲，妈妈应该是安怎辛苦啦，安怎种薰，安怎饲养恁家囡仔。在迄个年代，故事捌饲养几啊代薰叶，这段长夜的历史，无希望因为时间消失伫后代子孙的记忆。